台南市嘉义区温内里12号透早传出具体火警，造成一对阳性翁仔某双双来罹难。台南市议会议长郭信良伫知影消息，甲议员蔡秋兰、彭一峰、蔡素秋金等议员前往慰问。第一个时间呢，警消到现场要拉水线布线的时候，指挥官没有到现场，义消来这边不能够进火场来救火。那这个问题呢，凸显到整个的义消人员呢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就冲到现场来打火，必须经过指挥官的同意。那我个人认为是需要调整，就是呢，好，那原则上警消、义消第一现场就是要拉水线布线，第一件就是要灭火，但是要冲火场的时候，才需要指挥官来指挥进火场，就是要警消人员带着义消人员才可以冲火场。那如果简单的灭火的话，希望能够警消配合义消，第一时间就要灭火，那不必经过指挥官的同意。那如果这样有这个修剪，有很多的火场呢就不会蔓延开来，这个有一点遗憾。很多的火场就是因为这样而来丧失，而且打击掉整个义消人员的士气。议长郭信良表示，阳性翁仔某住伫组内的木造病厝，平常时4个排单来卫生，除了爱风台丈母，还有5个囡仔。因为有债务，生活真艰苦，可能着老年人甲囡仔需要外界的帮助。议会也特别递赠12万的慰问金，希望协助家属的后事处理甲生活的需要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